红女士口上闲话里讲有名堂，昨日子打个打拉手，难得只一头皮半种马鱼，老小是最后的真的没安排个，今朝你继续高粱难度来学安居手最后呢，叫白黄瓜。这是削黄瓜，白碗菇，白碗菇，那个刨黄瓜，不是就是那个黄瓜吗？白碗菇，白黄瓜，白黄瓜，还两没听这些？黄瓜哦。看出来这吃红呢还是蛮多的。那个白黄瓜啊，不是吃个啥个翻高了黄瓜这个黄瓜，是吧？你懂了这个叫冬瓜树带高门例子。那么白黄瓜哪来的呢？黄瓜就是黄蘑菇的意思。清朝辰光，那交关皇亲国戚、朝廷高官、贵族子弟，才会到江南来白相。特别是上有天堂，下有守望，是吧？手最行最好，然后你都才来个。那么搿点人呢，中国讲夹等粉底上血，身穿黄色蘑菇，口袋里装满银子，带动但是呢辛苦做了。看见还没是谁样嘛？从来不问家里个，上去嘛感动的呀！问家里他高位个阿太太呢？哎，辰光一长，生意人看见这种大老板大款，所以地位大概高低，千方百计去山里多个差别。白就是刮个意思，那么连起来就是刮黄个点只黄蘑菇人身上像个动地，叫白黄瓜。白黄瓜的意思呢，当然平常辰光用个开竹杠粗方不多个，侪是大概高低偏人动地的意思。只不过白黄瓜呢，没威胁的意思。开竹杠呢，中国有点招来人家三辈子这种感觉，是吧？白黄瓜有点这个受地起价的味道。卖西瓜啦，卖西瓜啦，便宜了，便宜了啊！卖西瓜了。老板，这西瓜多少钱一个？怎么卖？100块钱一颗。对，100。对，一个西瓜。其实原来只要5块钱。你怎么去抢啊？怎么可能这么贵啊？哎，你不知道这高科技是从什么月球还火星什么回来转过一圈的种子种的，就包甜，绝对甜，肯定甜。这怎么可能包甜？不甜你退啊？你说个怎么包甜的？买1送1，我们买个西瓜送包糖，一定甜，不甜你自己加。像李妹妹这种呢，是边边正正的白黄瓜，白黄瓜这样非打7个黄瓜联系了让一台子，跟我道歉，白黄瓜，白黄瓜。